當我望上面世界非常靚，其實我想試一試，但諗翻起我喺呢度大 Q 晒，不過我實在好寂寞，教我如何去面對。上面有好多地方 ，BB 出世有靚花園，其他人有，我點解會冇？講真，上面嘅世界的確多美好，我最渴望我會有平常人有嘅樂趣。我好唔想認命，我注定去地獄。莫非我要成世都喺呢個人間地獄？咁樣其實公平咩？偏偏要我做衰人。莫非要我襯托上面嗰啲好人好姐？上面有好多地方，啲人度假有大郵輪，其他人有，我點解會冇？講真，上面嘅世界確係多美好，我最渴望我會有平常有嘅，平常人有嘅，其實好。